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关心玉山管理处最近哦接到通报讲，园区最近常常出现台湾乌熊哦，今年到达嘛已经有通报5件咯，车闸阁有看到。有关处是认为讲，这有可能是因为寒人高山的食食较恶吹，所以乌熊哦落山来找食食，所以嘛提醒民众若看到乌熊哦，莫伤惊吓，爱冷静慢慢啊离开。 民众今日登山步道，雄雄看到下骹一道乌色的身影，感觉非常难得。难得看到，还那个年轻人在跟我们讲的。有民众2月7日来到玉山国家公园，伫咧瓦拉米步道，讲翕到一只乌熊咧找食，随后就去走入去深山内。另外，伫咧塔达加园区东部瓦拉米，嘛拢有民众有捌看到玉山主峰步道，甚至个发现到乌熊完整的脚脚印啊。 玉山国家公园面积为10万多公顷，范围非常广泛。从今年1月份开始，到2月份，已经发现5起的黑熊出没的一个事件。玉山管理处表示，今年冬天乌熊会一直走出来找食，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影响，乌熊咧食的狗爪啊，这类的物件也未熟，佮再加上乌熊的活动范围宽，开始往较浅山的所在找食，所以民众看到通报的机会嘛会增加。以黑熊的习性，在冬天它没有冬眠的现象，所以在冬季的时候也会碰到黑熊在山上出没，所以我们这边呼吁游客。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玉山管理处表示，会出现安尼现象，嘛代表讲台湾乌熊的族群稳定的发展，活动范围是愈来愈宽。有学者嘛感觉认同，不过嘛讲这详细原因，也是要继续调查。嘛提醒民众，若看到乌熊，就莫去甲交叉，慢慢退后离开就好。事后通报，有相关单位会当继续追踪乌熊的行踪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